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全台湾各县市的跨年晚会，陆续来公布着演出的名单。韩国的女子团体卡拉确定会到台北市的跨年晚会来演出。卡拉甚至甲歌迷来化为讲欢迎点歌，讲今年有袂少县市的跨年晚会，拢邀请到韩国的艺人来助阵。 一首《Mr. 一个播出时引起二大粉的回应。韩国女团卡拉今年跨年将伫台北甲台湾的迷众做伙迎接2026。大家好，我们是卡拉，台北 We are coming。 12월 31일 꼭 카라의 공연 보러 오셔서 저희와 함께 카운트다운하며 새해 맞이해요. 顶摆卡拉来台湾已经是2012年的见面会啊，经过10外档来台湾，迷众拢真期待。其实早已经有线索啊，进前台北市关团局伫广告中无细字讲着讲有卡拉，社金的嘛伫社群平台抛出甲Nico做伙翕的相片，写讲换你来台北看我。今年台北跨年的舞台，除了有卡拉以外，还当看到范娜小贤、蔡健雅、魏礼安、安心雅等等超过10组的豪华阵容。 6组是台北独家限定经典女团 Kara， 这一次是他们睽违12年再次重返台湾的舞台。那成员们呢也选择在台北的跨年舞台上面合体，一定会带给我们一首首非常经典的代表金曲。今年为北到南有9组的韩国明星确定会登台，妈妈母、花沙甲上路分别伫新北淡水甲嘉义市 ，A 片伫桃园、海奈到云林县，最早大女神权运辉嘛到高雄跨年，感受南台湾的热情。 各县市拢邀请大牌明星，就是要参加的乡亲留下难忘的回应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